为到美化香港天桥，投人人用探香港所就推广种景观绿配，规向系种类面积就80万公顷，两下是风林、三角水，韩国两滩台北通附近嘅天桥为主，顺行人配合嘅自行车道，为民众来地维骑自行车。农民讲用美化过后，为香港天看起来变正嘞。南巴而港种嘅细节，绿植仔还那系最好嘅天然配料。 大棒2日，安心办线上带领小朋友来认识作物，可能小朋友红听，农民每次都当欢喜。农民讲，礼拜第8、9日为中，两下花开到讲，系来看花最好的时节。路过的民众啊，都特别停下来看一下，就是感觉到，我自家看到咩，自家都看到挺欢喜。我刚才有骑脚踏车哦，沿着这个花海走一走、晃一晃，觉得整个人心情都超开心的。两潭乡长立法会讲，农民种景观绿配，未遭香港补助，两下全乡种嘅面积如80万公顷，大地分布地石浪叉路附近，民众就得去石浪叉，以看花海，老天然正嘅风景。农业、休闲。 虽然非常的发展，咱们农事业有非常大的改变，对吧？龙潭乡公所讲，这下景观作物系开发老破市区为主，欢迎民众规划行程，同时连接龙潭台北通、三门水库了到合作景点，体验龙潭嘅花容风情。客家新闻罗安泰、托人报道。